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福建省芳华粤剧团基本功形体科老师。我自50年代起从事粤剧表演事业，50多年的艺术之路，我和粤剧相伴相随，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，学习和继承前辈留下的戏曲文化，也担负着培养一代代新人和普及戏曲文化的使命。为了弘扬戏曲文化，让更多爱好粤剧、爱好戏曲的人能自学自练基本功，我把50年累积的教材进行汇编，以供大家学习和参考。